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颈暗台语安尼写，颈暗，暗是脖子，颈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脖子肿起来，就是大暗龟，就是甲状腺肿大，是较早的年代真正发生的病症，就卖真少咯。啊，颈暗看出来的意思就是胡扯、瞎说、胡乱讲。听你咧颈暗，人根本就无迄个意思。你莫浪费时间听伊伫遐咧颈暗，伊是颈暗黑白讲的，你是唔通甲信到。啊，颈暗嘛有即种意思哦，歹呀、惨啊、害溜溜。你甲话讲甲真棒，拢无剩后步，这些颈暗嘛就莫背回啊。这些颈暗嘛，就是这些害呀、这些歹呀、这些食力啦、这些害溜溜啊，代志未收煞咯。颈暗的暗。暗棍啊，有一句粤客仔俗语，暗棍啊生流拄着啊，就是无法度，代志就是互咱拄着咯。啊，拄着就是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暗暗金、暗领、灯暗落、暗蛇，有的地头讲暗蛇啊。即摆的暗蛇啊，款式真多，有囡仔的暗蛇，有老大人的暗蛇，无共的材质，继续差真多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颈暗实在真趣味。